讲俗语说俗语，俗语说不尽。今日要讲的俗语是：人情世事陪到到，无鼎阁无灶。意思是，逐张红白贴你若照礼数你包，过多的支出会造成经济上的负担，甚至三顿就会出问题。尤其是红包你若包收少，阁会互人嫌。台北有一位副教授带新妇，伫5星级的饭店请人客，一桌办2万5。有一个40年高龄老同学包3600，和这个副教授真生气，写电子配合其他10外同学，骂讲未见效。当事人认为讲，安尼拍拍伊的名声，就能去法院加告。法官判这个副教授拘役40天，加罪2年。这人甲人的互动，免不了需要交一应酬。啊，你若逐场拢去，若开销变较大，对健康嘛无帮助。今日讲的俗语是：人情世事陪到到，无鼎阁无灶。